那一天大家替我庆生，结束说要到我们家续摊，我带了一大票朋友回家，结果我看到什么？你们知道我丢脸丢到哪里去了吗？对不起，朱先生，是因为你们家的圣诞灯忘了关。我不可以在家里开圣诞灯吗？政府哪一条法律规定我不可以开圣诞灯？不是，从外观上看起来像失火，而且我们闻到烧焦的味道。有味道，看起来像，就可以破坏我家门，啊？你们知道那扇门有多贵吗？朱先生，你先不要那么生气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当天的状况是这样子，是管委会打119，我们才出勤嘛。然后到了现场，他们又很紧张，叫我们赶快做灭火的动作，也联络不到你。我不管，你们今天就要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去市长信箱投诉，我跟媒体爆料，不然我们就法院见。没有这么严重了，这个不需要跑法院啦。你先火气不要那么大，我们来想办法解决你这个问题，看是要做赔偿呢，还是对后续的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很抱歉啦，真的很抱歉。8万，这么多？人家要告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但你是执行公务啊，难道你可以不破门吗？那你们长官怎么讲？局里是有帮我协调了，但民众真的也很无辜，他们家就没失火。民众很无辜，那你就不无辜？我们家要赔这个钱，我们家就不无辜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想，如果我继续打官司的话，我们可能要花更多钱而且这有增加长官的困扰啊。你怕增加长官的困扰，你就不怕增加家里的困扰？你这什么工作啊？你们认真打火，现在出了问题，还要自己掏腰包解决啊？这次是意外啦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懂，这责任怎么会是由你来担呢？怎么会是由我们来赔呢？这不合理嘛！而且你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不是更应该去争取你的权益吗？你的长官更应该保护你们啊！这真的完全不合理，你自己不觉得吗？诸位来了。那无线电就天线歪了点，就要买新的，这预算叫我们跟主计怎么列？虽然那些无线电还堪用，但万一在火场里故障，会造成很大的危险。杨局长，您又要买新的无线电，又要叫农业局接手捕风捉蛇的工作，还要聘请心理咨商师，这钱再多都不够你用啊！心理咨商不是小事，美国每周有2个消防员自杀 ，PTSD 的问题很重要。PTSD，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有很多同仁其实心里有阴影都不讲，时间久了越来越严重。如果走不出来，有的人甚至会想不开。没那么严重啦。那不然我们明年预算再列这个吗？有必要现在就动用第2预备金？你前年这样讲，去年也这样讲，结果我们的消防预算1年比1年少。杨局长，我们就是没有其他县市这么有钱。你知道今年补助老人假牙花了多少钱吗？发放幼儿津贴又花了多少钱吗？你办个中秋晚会就烧了1.5亿，这些钱分一些出来买无线电不行吗？放烟火找明星唱歌，民众才有感嘛。那补贴老人假牙发津贴，那才是正机嘛。你买一堆无线电，民众会觉得你有在做事；弄一堆智商，看出来什么绩效？如果做什么事只想着让民众有感，那以后我们做什么事只要作秀就行了。什么叫作秀？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，重视民意错了吗？我们基层只有1套消防衣，无线电坏了也没钱修，我什么预算都争取不到，我还当什么局长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威胁吗？那你有本事去跟中央要钱嘛，跟我们吵这干什么？不要吵了，杨局长，我知道你也替基层着想。上次你跟白科长讲说，要替基层弟兄请位律师，我们二话不说动用第2预备金，不是吗？可是你知道的，大园市的税收就这么少，每个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照做，整笔第2预备金给你用都不够。捕风捉蛇这件事情相对比较简单的，就动用第2预备金，我们请农业局聘请专人来处理就好了。杨局长，我们可以做的真的就这些了，其他真的没有办法。至于无线电，我会提醒主计，明年把无线电列入采购，可以吗？谢谢市长。那消防衣呢？还是你要把无线电改成消防衣？
离明年编列预算还有点时间，你要哪一个，选好跟我说就好了。